台湾已经是超高龄的社会，长照需求伫咧增加，不过照护的人力确实不足。为着要让照顾机构会当有更较好的照顾品质，卫福部甲司法部来合作，运用台湾 AI 科技的优势，推动产业合作，嘛启动智慧照顾的奖励计划，鼓励这长照机构会当去申请经费买智慧辅助设备，提升长照的品质，也佮有行政效率。2091厕所跌倒。当伫便所跋倒，机器随地通知照护人员。长照机构内底运用红外线摄影机、智慧病床，也有面部微血管摄影，通随时知影时代血压、心跳，敢有离开病床等等。数据拢会自动记录，毋免搁开时间用人工去处理。长照机构表示，运用现代智慧科技，毋但减少工作量，照护人员通有愈侪时间，甲时代有较温暖的互动。真侪记录拢在写好，甚至整理好。咱若后摆数据有够侪，伊个会使提出建议。咱讲的这拽吼，会使减少40%。台湾已经是超高龄社会，长照需求增加，所欠缺照护人力。为着要让长照机构有愈好的照顾品质，卫福部和司法部合作，运用台湾 AI 科技的优势，配合产业合作。卫福部嘛推出奖励金计划，要鼓励大小型的长照机构会当来申请采买智慧辅助照顾设备，或照护人员的工作品质，也有长照住户的生活品质拢同如数实。2024我们会有连续4年的一个整个奖助计划。那么预计我从长照基金这边我们投入80亿。那我们最主要是奖励这一些业者机构他们的业者呢可以来申请。那他的这个申请金额可以从101万到240万。想办法帮这些台湾这些优质的健康科技的厂商赶快帮他们找到那个客户，帮他们找到订单这样就是形成所谓的 AI 生态系。那这个就利用民间的力量，事实上比我们政府来做事会更有效率。卫福部和司法部表示，希望透过跨医疗和科技产业的合作甲应用，除了带动国内长照机构提升照顾品质，未来嘛毋望这科技应用会当输出到国际，打造半导体以外另外一座护国神山。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